手上有10皮嘢咧，就可以喺珠海北攞低我呢一套140方嘅大面積單位，5房3衛嘅南北通透現房大裝修嘅屋苑啦。各位街坊，跟我鏡頭過嚟睇下啦。嗱，呢度一入門送一個房間用嚟做雜物房啦。呢個廳南北通透嘅，你睇下呢一邊仲有個露台噶，擺下洗衣機、晾下衣服。呢個廚房夠晒闊啦啩，3、5個人煮餸都冇問題啊，仲預留咗雙門嘅冰箱位喎。呢邊個客廳4米4個開間啦，南向望園林嘅，係咪夠晒威啊 ？OK， 睇埋呢邊啦，呢邊咧就有2個透間喎，呢個係第一個透間，跟我鏡頭睇睇，放2米大床，仲有足夠嘅位置做衣櫃嘅。OK。呢邊咧客房客房方方正正採光口，放1.8米大床、3面落床、大衣櫃，絕對冇問題嘅。乾濕溫嚟嘅衛生間，所見即所得噶啦。第2個客房亦都係方方正正，做個兒童房啦，放翻衣櫃、書台，綽綽有餘啊！呢個主人房咧就大得誇張啦，喺其他樓盤咧3.7米可以做客廳啦，呢度只係做個主人房咋，放2米大床，睇下呢個衛生間啦。呢一邊擺咗雙人嘅洗手盆啦，仲有浴缸喎，係咪？泡個鴛鴦浴，足夠舒服啦。各位街坊，只要10皮嘢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咁樣嘅大單位啊！喺珠海北，喺廣州大橋過嚟咧15分鐘咋周邊嘅生活配套亦都好濃郁噶啦，因為呢度係現樓，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生活居住噶啦。行路3分鐘咧就可以到我哋嘅菜市場，行街食飯睇戲，樣樣都 OK。而家10萬蚊，仲要送埋車位啦，又有家私家電啦，最重要嘅中港2條牌都送埋俾你啊！各位街坊有冇興趣啊？有興趣記得WhatsApp我啦，過嚟實地睇下啦。OK，下期見。